哎呀，师姐，别浪费呀，还没吃完呢。这是原生态的。味儿就是不一样。谁是带头公主呀？放这儿吧。不要欺师外人，非有坤坤无人敌。我的坤坤，真是插袋里着火，着了魔。什么破？来活了。啊，怎么是你啊？哎，可算等到你了。先生，之前我们在你这儿结拜，你还是替我解了。你自己解不就得了？你找我做什么呀？哎，你不是那时候说这手串嫌桃园结一枝精华，自行损毁，轻则厄运当头，重则世代悲苦。你怎么这？哎，给你解，给你解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！先不说你解不解，我得先去解一下。师姐，你得帮我，我兜不住了。哎，你。这怎么解？一天天净干些下三滥的事，把烂摊子都扔给我，解不了。若是真不能解，要我跟有辱师门的人有瓜葛，我愧对恩师啊！真是服了。抽吧。国王5，权杖2，圣杯7星年珠。若是要强行解除羁绊，守护的事物将会湮灭，不再被人看见。这怎么讲？要是强行解除，势必会影响这一门命脉，何必呢？我们这门技艺，可能现在喜欢的人不多了，他们急不择路，我又奈何？莫非你说的是男团昆蒂之好？你怎么知道？哼，可不就是他们吗？虚有其名，徒有其表。这什么意思呀？这个意思。哎呀，这个繁衍草木，息雨落，预留千古，蔽日新。条条大路不都通罗马吗？形式那么重要吗？哎，这不说好。哎，刚这东西差点给你用了。哎，他们在你来之前早都来过了。哎，我的币呀！下次一定。